欢迎收看《代志挂大条》，我是杨淑晴。廉价国宝杨秀卿伫6月17半暝过往，食到89岁，和真侪歌迷真唔甘。杨秀卿在世时阵，除了传承念歌艺术，嘛真关心台语的传承。伊捌讲过，即阵真侪少年辈台语拢讲袂练转，希望大家会当听念歌，甲台语学好正版。我第一希望就是讲哦，互我的身体较勇咧。我咧加遮几年啊，学生安尼加教一寡，我即个吼艺术会当甲伊传较久的。念歌技术的国宝杨秀卿女士，虽讲伫17半暝过往享受89岁，不过伊会足侪精神，也是使人怀念。尤其是在生时，心心念念的，就是推展念歌甲台语。世间的富豪，塌塌甜，也毋是人熬哦，才会存钱。我嘛甲人家讲。你若要教囡仔吼，学即个台语哦，你着买阮即款的谱仔当互囡仔学哦，上界正确啦。早前伫杨秀卿念歌事业上出名的时阵，政府所开始推行国语运动，打压台语。对杨秀卿来讲，唱了几十档的歌，所念的歌册就是7件的台语文词，内容有足侪古册故事、新闻事件等等，自古传落来几件，哪会使回转去？你一面互伊听歌，一面互伊看字，一面互伊学即个话吼，即个话咧讲起来较会标准啦。较袂讲诶，阮拢讲做稳啦，外口讲做外口啦吼，出话啦，出话伊讲做出话啦，所以讲这话拢讲袂练转啊。歌人啊，靠冤气咧，莫咧叫我要点要倒，哎哟，我无法度咯。杨秀卿对歌定讲，少年念歌为生活，老仔念歌为文化。伊自细汉就开始学念歌，后来改编歌戏，自编口碑歌，行遍全台。食老更较为着保存文化努力。1989年得到教育部民族艺术新团奖，2003年摕到文化总会终身成就奖，2009年文建会认定伊是重要的念歌保存者。去年嘛举办第40届行政院文化奖。他不但是台湾传统说唱艺术的佼佼者，而且他是一个先行者，他把它做了改编创新。杨秀卿老师的离开，等于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伊的学生都坚持讲，杨秀卿近年来就算目睭看无，骹落歹，有关对着学生世界推广念歌。伊的过往虽然上定一个时代过去，不过精神有关留伫大家心中。记者陈嘉武、李玉凯台北综合报道。有前辈用本土语言传承传统艺术，伫台湾民间的各行各业，嘛有真侪人伫台语推广的路尽心尽力。伫花莲的电台有一位播音员卢慧琴，就用台语陪伴乡亲，无论是菜价、天气，甚至是新闻的大事代，全拢用台语报送。通过教育部4院认证的卢慧琴，卖带学生参加台语的演讲比赛，希望家己斗传承，互台语大拍卖。这是花莲县广播电台，你所收听的是慧琴陪伴乡亲朋友早安花莲的节目。响亮的声哨，清澈的开口，透早7点准时甲乡亲讲到早。学海哟的这位台语播音员叫卢慧琴。礼拜三台北国菜市场的菜价，互咱辛苦的农友做参考。首先是乌鸡仔，上价24块，中价15块，下价6块。对菜价、渔业气象、疫情新闻大细事，卢慧琴拢用台语报送。市中的听众讲到伊是俄罗家。因为慧琴哦，伊的节目很活泼，系啊，很有正面正能量啦。你讲连讲若讲无这个燕声电台吼，其实讲大家会介无聊啦。已经90岁，燕声广播电台董事长曾坤元先生也讲出63年坚持做台语广播的起心。社会责任啦，讲安就对啊。我有这个社会责任，当然完全活在。愈做愈好。三日来，咱就来安排由小凤所演唱的《卖菜姑娘》。卖菜姑娘真可爱。卢慧
慧琴一步就是30年，细汉因为经历讲台语爱发钱的年代，当初时要开喙做台语广播，有影心惊惊。拄开始真食力啦，因为阮的新闻稿、阮的任何的资料拢是华语的写法。头前几落年拢是爱请教先摆，都甲想要陪伴阿公阿嬷迄个心情来陪伴我的听众朋友。蒙古头起大楼，蒙古尾存家伙，蒙古壳事业头路稳当当。手机簿仔顶头满满拢是笔记，为着增加报送内容的丰富度，也学更较端正的台语。卢慧琴这3-5年，闽南学台语书写，佮考过教育部4院认证，也带花莲县学生参加台语的演讲佮朗读比赛。台湾俗语讲：罕钱毋惊落土烂，只求记晓代代传。我希望讲咱的台语莫无去，莫困去，大家爱赶紧醒过来。卢慧琴也讲，伊相信 AM 台语电台就亲像脚踏车，只要有听众需要陪伴的一天，电台就袂消失。伊会继续传承这个互阿公阿嬷疼惜的语言。记者阿敏珍、曾派文、丁律师，华联报道。台语除了是阿公阿嬷的语言，也着爱继续传予后一代来使用。毋但伫厝来讲，落入正式的课程，嘛是保存本土语言正重要的政策。但是花莲目前台语重点教育的师资也差1-2成。伫花莲，民间团体免费开课培育师资，预估差不多伫2年内，就会当栽培出有教业的本土语言教师。长尾山牛主要是食种子、树籽、烘拖车。伫咧山顶对老师认捌长尾山牛，疫情拖无休，花莲市中校国小5月下旬也开始山顶上课，全校本土语言课上台语的囡仔大约200位。红豆白的发财啊车，对起来，真好。我较希望伊甲我当作是敢若家己厝内底阿嬷，用开讲啊，较生活化的方式，安尼。分享一寡生活经验啊，也是讲课本内底延伸出去的物件安尼。今年50几岁的林慧珍老师讲，伊其实从来毋捌想过要做台语老师，就是对台语有兴趣，家己伫咧民间的读册班学书写，一路学过来。有真侪人想要学这台语拼音，但是无资源，毋知要去倒位学。今年阮一个开的时，哇，阮设定30名。我到一下晡，就满，阮就紧关起来啊！这个台语的读册班，学生只要出做教室，还阁有用讲义的钱，就会当。老师对罗马拼音、汉罗转换练习到搬寸金，拢有教。这4年已经教超过100位学生，有一寡人也伫咧学校做台语的资源教师。林慧珍就是其中一位。我去学了后，我就用这个老师教我的罗马拼音，还阁有汉语的书写。我会家己想要去写我的经验，细汉的、大汉的经验。我感觉伫咧迄个甲音变成字的迄个过程啊，互我足大的成就感。毋但民间伫咧拍拼，花莲县政府也面临伫咧杀母语。2010年，花莲县照当地族群语言流失的速度，出一本7种语言的工具册，因也斗分享演习的信息，做强学团，甲民间斗阵栽培母语人才。9月份开始的时阵，国中是闽南语要开92班，老师差不多78个，要投入这个教学的行列内面。9月应该70%至80%，理想的状况是无问题。若毋茫讲因就是这1-2冬，会当搁较侪人去考认证。花莲的本土语言辅导团表示，花莲已经有7位老师对台南大学办的全国性高中教学资源工作人员认证，摕到证书啊。目前也有8位伫咧上课，未来真若通过试教，就会当随去高中教台语。记者阿敏珍、曾派文，花莲报道。国家语言虽然包括台湾所有本土语言但是伊针对的就是咱流失的母语。这有人比如讲，这个台语是咧挂号啦客语是咧这个急诊室原住民语是咧家护病房，所以伊有无共款程度的这个流失的危机。
欢迎回来，代志挂大条。即阵啊，有两位用台语传承传统技术的前辈离开咱，互众人感觉真唔甘。不过，犹原有真侪人继续咧守护这个语言。今日来宾是台东大学华语文学系的张学谦教授，来甲咱讨论母语要安怎复兴。教授欢迎。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仔日真欢喜邀请到这个张学谦博士，其实是长期咧研究这个台湾的语言。咱台湾有真丰富的本土语言，但是张教授你捌讲，咱的这个语言捌出现自杀甲凶杀的现象，这是安怎讲咧？这自杀甲凶杀这其实牵涉到讲过去咱的政策对咱的本土语言真无优先，所以若无推广，伊是压制，所以造成咱这个父母无想要传承咱的母语。所以伊一开始是他杀，对有意的压制，过来因为家长嘛配合的时阵，迄就哪像咧自杀共款，所以咱的语言会流失去。即几冬啊，咱嘛一直咧扫即个本土语言啊，甚至咱台湾也已经通过国家语言发展法。老师安怎来看讲，即个发展法的通过，对咱整体本土语言的推扫有啥物款的帮助？国家语言发展法伊主要是针对咱本土语言流失的状况。所以国家语言虽然包括台湾所有本土语言，但是伊针对的就是咱流失的母语。即有人比如讲，即个台语是咧挂号啦，客语是咧即个急诊室，原住民语是咧家护病房，所以伊有无共款程度的即个流失的危机。但是即个国家语言发展法，伊对即个语言的复振，讲到尾啊，伊是一个写伫纸的迄个法律的条文，伊爱实施了，伊才有变做真正有影响力。所以后续官方安怎去推动即个本土语言复兴的过程，这才是重点。这重点当然包括家庭、社区甲学校。即阵即个国家语言发展法是拄起步嘛，咱知影讲上头先做的就是咱对咱学校内底政策落去行。老师有讲到讲，其实社区家庭嘛真重要。老师敢有敢建议讲要安怎来做咧？家庭的部分甲社区的部分，其实拢拄着讲一个真大的吸招啊迄吸招就是华语甲英语，就是讲咱的本土语言若无好好啊去反省讲。知影讲咱的本土语言的重要性伊真容易会去互这两个吸招吸去，所以伊从开始有可能需要伫教育体制上、甲社区上去推广这个母语的意识的运动，互人了解讲咱的母语其实是上重要。咱若无咱的母语咱会变做伫海边迄个大水叉，你知就是漂流木啊，因为咱无根啦，迄种。外国语言伊无可能当做咱本土语言的即个迄种社区的语言，无。咱的社区绝对是讲咱的本土语言的所在，所以伊迄个语言的自信若无提升的话咱做遮侪代志拢是表面的，因为咱无迄个意识，迄个母语意识讲咱的母语比别人较重要，比任何语言较重要。即个基础的建立嘛爱表现伫咧实际上，就是讲你伫咧社区内底。公家机关、学校，伊有去尊重使用你的母语无？所以有需要采取一寡行动家庭会当做，社区的人毋爱当做，就是开创这母语使用、学习、传承的机会、意愿甲空间。这个物件拢是大家拢会当做啦，但是政府有责任，政府有一个足大的责任去维护咱的本土语言的存在。这是官方应该爱做的。老师讲到社区内底即个环境的营造，也是推展，也是真重要的一部分。像老师，你最近嘛是有伫即个客委会，咱来推销即个客语社区的即个计划行动嘛？老师甲咱小解一下。这客家委员会伊就有一个即个客语社区营造的辅导团的计划。邀请社区来参与即个行动。阮就是甲教讲咱社区有啥物语言流失的问题。包括讲囡仔袂晓讲，阿公阿嬷无爱教囡仔伊的母语，这样物件，咱要用啥物方法去甲推上？所以基本上牵涉到就是讲意识的启发啦，甲提供使用客语的机会，甲环境，比如讲你会当提升伊
日常生活的能见度，你听会到、看会到，你的语言你自然有信心。所以阮嘛咧做，其实咧做语言景观的营造啦，吼。语言景观就是讲，你爱互咱的母语吼变做社区家庭看会到、听会到的。咱客语先安尼落做，若是即个例如先讲，咱各种的本土语言嘛，拢会使照即个模式落去行。除了官方以外，吼，社区是也是民间的组织是一个足大的力量啦。吼，像讲台湾罗马语协会，理工局这个协会，因长期咧做一寡语文的使用，包括最近即个亲子共学嘛是。其实你会当看到讲民间的力量，就是迄个自发性有起来的时阵，伊咧推动就会较紧，因为大家会慢慢啊觉醒啦。咱感觉讲即个自杀他杀，其实语言袂死啦，伊敢困去尔。所以伊需要有人去家庭、社区，甲伊叫醒，讲你莫阁困啊，你要醒起来，你要活起来。即个民间的推动的力量，伊有迄个生态的力量。所以除了政府以外，其实民间的力量哪来哪大吼，大家的即个语言的即个共识就会愈来愈凝聚做伙。但是咱讲到学习语言啊，其实咱即个语言系统化就真重要嘛。像台语即几档，咱一直咧说讲伊是有文字的。即阵嘛有人咧讲，其实台语有一个是拼音，一个是汉字的系统。老师，咱来看即两种无共系统咧。你要问的毋是讲要华语还是母语，你两个拢会使爱。关于即个汉语还是罗马语的部分，我的观点嘛是共款，两个拢会使爱。但是台湾一直欠少即个罗马语的学习推广的计划啦，吼。伊伫个国小内底也是教注音符号嘛，吼。这全世界吼，伊敢离开咱台湾就落落海里啊，就是全世界无人会用啊啦，吼。有伊的特殊性，但是伊的国际化甲本土化拢无够。本土化的意思是讲，其实台湾的罗马语伫台湾已经100外档的历史嘛。搁来讲吼，罗马语学习比汉语吼加足紧的，嘛真容易转移去学其他的语言，因为拼音的能力吼，你若学晓，你转移去别位拢真方便。所以咱欠的吼，毋是咧精力讲要爱对一套，因为这两套拢需要。所以一般阮咧推销的讲吼，用两支脚行路啦，一支汉语，一支罗马语。罗马拼音算是一个最重要的语言的基础嘛。老实讲，咱双脚一支脚是罗马字，一支脚是汉字，咱做伙落去行，使行了搁较紧，搁较知。但是嘛是爱较早就甲这个基础打好。所以咱有真侪是母语家庭落去推销咱这个母语，自细汉就开始来做。其实咱即阵社会上有看到足侪老实讲，咱觉醒的父母民众主动来加入，但是也有一寡人，伊是伫即个母语的院考啊、外口的，咱要安怎甲即个家长做伙牵入来咧？2017年我教育部委托我做一个国小甲国中的即个学生的语言使用我就调查不管族群伊父母会晓台语的讲到8成9成。你爱知影咱台湾讲台语的即个族群伊是76.9%。阮调查的结果就讲，囡仔来讲不管族群伊5成会晓讲，6成会晓听，但是伊的父母是8成，所以迄个长才你看会出来。但是嘛表示讲一半以上的学生其实会晓，不管族群。所以咱即马拄着的问题是讲要哪互即个父母要对囡仔讲，对囡仔讲这其实咱着的是迄滑头症。所谓滑头症的讲我甲会晓讲的即个长辈也是同事讲咱的母语讲台语，滑头去甲囡仔讲的时阵咱自然就自动导航，咱走去华语去。所以我一直咧讲咱需要做的其实是即个滑头中间甲叫醒。这我家己的想法是讲这真正有需要大家教育上甲社区上咧推销这个运动，就是甲父母讲你要培养双语的囡仔，同简单的就是教伊母语。阿公阿嬷嘛是爱安尼做，因为因拢有迄个能力。咱的母语流失足简单啊，就是会晓讲的人无甲囡仔讲母语安尼尔。所以台湾的语言要救其实算紧，因为迄个能力也伫咧，所以伊欠缺的是迄个意识。
要来叫请遮个人做伙来加入母语行动。其实咱伫影视的作品，即阵嘛是有真侪人咧努力哦，是希望透过咱的遮个作品来影响搁较侪人哦，做伙来加入本土语言。但是老师，你安怎来看遮个影视作品？是讲咱只要有台语就好，还是讲遮个内容要安怎来掌握？咱才有法度顾着每一个年龄层咧。这大众传播媒体吼，我可能有讲过讲，2002年内政部的人口的统计来讲，咱台湾吼，河洛人这群人有76.9%，所以你任何生理人就知影讲人口就是适龄嘛，你的消费者就是遮大啦，吼。但是伊伫咱的大众传播媒体，包括报纸，伊迄个比例其实是。甲这76.9%吼差真济啦，吼，所以伊这个部分我看是真需要这个政府有一寡积极的优惠的措施，讲我安怎补助你，互你愿意用咱的母语来生产你的创作的作品，这绝对有市场，对。但是我毋知影什么原因讲，这个生理人伊头壳遐尼无清楚。一群人是76.9%哦，你若讲7%、2%，迄可能伊的市场较细。迄个文化创作力吼，是爱透过咱的母语的使用，伊才会当生团。啊，迄个物件到呾是有需要伫个大众传播媒体吼，搁较积极去送吼。但是伊这个无公平的这个资源的分配、供应的分配，也是存在啦。看比例就知嘛。你讲全台湾的语言的节目，族群语言的节目有偌济，几趴迄拢算会出来，吼。但是迄看会出来就是无够啦，无够。因为咱讲遮个本土语言的节目啊，咱可能会使较容易看到讲是服务时大人的，还是讲服务囡仔的。咱伫20岁还是30-40岁，即个年龄层的人，咱要来掌握伊的内容咧，就是咱互即个语言更较普及化。这其实吼，就牵涉到讲吼。咱即马少年一辈语言能力若无够的时阵吼，伊可能较歹去做遮物件啦。啊，伊嘛会拄着一个条件的，讲人嫌你讲啊，你讲也无好，吼。啊，所以我想是安尼啦吼。像有诶，像威尔斯伊真简单，伊就讲，我要推学威尔斯文学，我就该创造一个计划。啊，你袂晓的，我来教，吼。我有请遮个语言的人、文学的人来甲你教，吼。啊，青少年参与这个创作，其实即马慢慢啊有啦，不管对一种族群拢有，吼。啊，这个物件是真需要去培养啦。啊，我想吼，台湾人会爱看韩剧，会爱看日剧，啊，其实迄就是伊本土的物件较少啦，吼。啊，我想若有积极去推广，吼，啊去培养，吼，咱即个。台湾人的这艺术的创作的能力是做够起来啦。咱即阵其实咧，推广这个本土语言是一个世界潮流啦，因为咱全世界除了台湾以外，嘛有其他国家有面对着母语的流失，啊，有的人因为一寡成功的案例，老师要甲咱小解一下无？这母语流失吼，我较早讲的讲伊其实是困去啦，吼。你讲以色列来讲吼，伊才有2000档无咧用。吼，19世纪进前，伊2000档无咧用，但是伊有书面语咧用啦，吼。啊，不管安怎吼，伊一开始就是因为伊要转去以色列吼，建立一个国家，所以伊有迄个民族意识的开始，感觉讲我的母语真重要，吼。啊，然后就是爱去学习即个语言，吼，伊就去教迄个囡仔，迄个囡仔自细汉拢是家教即个希伯来语，吼，啊，所以伊就晓讲，吼，啊。然后，伊搁爱社会去生团，因为你教学校的语言无法度变做社会语言嘛无效，吼。所以伊是囡仔去教父母，啊父母对因讲，啊然后社会开始生团，会当有成功的拢是有教育的教学，吼。咱即马是一礼拜一节课，伤少，所以你会当看讲，你讲威尔斯因嘛有咧教母语啊，啊你会当看出讲伊迄个会晓讲母语的囡仔有成长，吼。啊，巴斯克嘛有咧教母语啊，啊这拢是因为你有教育的教学，吼。啊，所以咱的母语教育就是即个部分有问题啦，吼。伊会当用主要母语
来教学的学校也足少，是，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学习规划的问题啦，伊无够去啊，无够去。就是咱整体即个本土语言的分配吼，嘛是爱有够照文，才有法度互咱即个语言政策愈行愈在，愈行愈顺。咱讲其实即个语言是文化的底底，即阵嘛真甘心，其实社会大众愈来愈重视本土语言发展。未来咱继续拍拼，希望互咱的生活4苦练等，拢会当听到丰富的台湾话。今日非常感谢张学谦教授的分享。多谢主持人，多谢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季的代志挂大条。这段时间感谢观众朋友的支持甲爱护。未来请继续收看第一台制作的精彩节目，咱有缘再会。